嘛，这个苗栗县长的选战嘛是热扑扑，候选人拼尽全力冲刺拜票，像张东锦早顿拢也未赴食，都透予坐起伫宣传车顶，哪食早顿，哪甲过路乡亲按这个下手来拜票。民进党的徐定晶嘛是一透早就扫街，搁到总部来开记者会，呼吁检调。 差贿选爱坚持到最后一刻，唔通像顶一届的县长选举检调，伫个投票日的前一暝就收队，互有心人有机会出下手。下早苗栗6号，县长候选人张东锦嘛是坐战车为头份竞选总部出发，沿路甲民众下手拜托。 可能为着要争取时间去无共位拜票，张东锦和早顿拢是伫咧车顶车，看到民众经过，就赶紧停落来甲伊小借问。拜托，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。哇，超热情的，超乎我的想象之外。不管是走到哪一个角落，连海线的乡亲都非常热情的回应哦。要拼唔干那张东锦，民进党的候选人徐定晶冒扫街，佮举办记者会。 持续查会。徐定晶和议员詹文学、佮陈光宪作为发声，呼吁检调伫咧所落来时间，一定要认真伫咧抓贿选，而且继续动到投票日迄天。2018我发现选前那个时候的下班时间，我发现好像检调就收队了，那结果收队之后才是贿选最严重的时候，一直到第2天投票。 那呼吁检调爱好好调查贿选，互选举伫咧公正清洁情形之下进行。徐定晶嘛呼吁选民唔通互对手拗步要收，嘛强调已经成立律师团，对网络顶无实在言论，嘛拢会来收集证据，伫咧必要时卖提告。